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智慧密碼讀書會 Kao Book Club， 讀出智慧，活出精彩。今日我會同大家繼續深爬《變通受用一生的學問》呢本書。喺上一集我哋就講述咗學會以退為進，而問題要冷處理，學會兜路，同埋見機行事呢幾個變通嘅技巧。未睇嘅朋友就快啲睇返上一集啦。上集嘅連結我放咗喺下面描述欄。咁今日我哋就探討下點樣修正自己、改正自己，從而達到懂得變通嘅境界。以前俄國古代聖賢就提出咗克己呢個概念，亦都係自制能力嘅意思。有一啲外國人喺自制方面都好有成就。南京大學有一個美國留學生叫做唐娜。喺寒假嘅時候，唐娜跟住佢嘅女同學張晶去到佢喺河南農村嘅老家過年。大年初一，張家準備咗好豐富嘅酒席招待唐娜。喺酒席上，張爸爸就特意以當地嘅名酒款待唐娜。張爸爸就為唐娜斟咗一杯滿滿嘅靚酒，但唐娜就只係禮貌咁樣舉起咗杯，而滴酒不沾。張爸爸就問佢點解，唐娜就話喺佢嘅家鄉美國西雅圖，當地嘅法律規定公民要年滿21歲先至能夠飲酒，佢今年只有19歲，所以仲未到達飲酒嘅法定年齡。雖然自己喺國外，但係都應該遵守美國嘅法律。雖然名酒嘅味道好香，但佢會克制自己，唔到法定年齡，絕對唔會飲酒。張家對呢一個19歲嘅美國姑娘非常讚賞。寒假結束後，唐娜要返南京嘅時候，當地有關嘅部門出於禮貌，就想設宴款待唐娜，但唐娜就婉拒咗。佢話美國嘅法律規定，凡係屬於官方嘅宴請只能夠由政府官員出席。佢只係一個普通嘅美國人，唔係政府官員，所以唔能夠接受官方嘅宴請。唐娜喺冇任何外界壓力下作出呢一種自我克制嘅行為，係自覺地履行道德上嘅義務。有較強自制能力嘅人，一定能夠戰勝自我。如果遇到誘惑，佢哋一定能夠處之泰然。修正自己先至能夠提高能力。發現自己嘅弱點並要克服佢哋係確實好難。出現呢個情況嘅原因有兩個，第一係好驚發現自己嘅弱點，第二係好驚去修正自己。就好似一個不規則嘅木桶咁，有一塊短板。聰明嘅人就會立刻揾佢出嚟，同埋換咗佢。如果唔係，佢會帶俾你嘅可能係毀滅性嘅損失。我肯定大家都聽過，有時往往係因為一樣嘢出問題，就會導致所有之前嘅努力都毀於一旦。作者提議以下幾項事情係需要特別注意嘅。第一，惡習。毫無疑問，不良嘅習慣可以話係每個人最大嘅缺陷之一。因為習慣會通過一再重複而強化，變成難以改變嘅習慣。我哋會喺分分秒秒無意識咁樣培養習慣。我哋一齊仔細咁樣回顧一下我哋平時培養咗啲咩習慣，因為呢啲習慣有可能令到我哋裹足不前。譬如係懶散、嗜酒等等嘅習慣，有時會浪費我哋大量嘅時間，而且呢一啲無聊嘅習慣佔用嘅時間越多，我哋剩返可以利用嘅時間就越少。呢啲不良習慣就好似我哋身上嘅病毒，慢慢咁樣吞噬我哋嘅精力同埋生命，係阻礙個人成功嘅主要因素。我哋95%嘅人嘅行為係通過習慣做出嚟嘅。事實上，成功人士同失敗者之間嘅差別就係在於佢哋擁有唔一樣嘅習慣。一個人嘅壞習慣越多，佢距離成功就會越遠。第二樣要注意嘅嘢就係犯錯。通常我哋都唔會將犯錯睇成係一種缺陷，仲會講失敗乃是成功之母，作為自己嘅座右銘。喺同一個問題上面接連不斷咁樣去犯錯，完全冇反思點解會犯錯。一個唔識得喺失敗中吸取教訓嘅人係唔會成功。有啲人無論佢哋喺學習中定係喺工作中犯錯嘅頻率總係比一般人高，佢哋做事總係馬虎大意，仲話自己真係行衰運。呢種態度其實只係證明佢哋冇責任心，同埋做事唔夠仔細認真，或者佢哋仲未揾到做事嘅正確方法。但係無論出於邊一點，
如果佢哋唔能夠改正錯誤，就會令佢哋造成巨大嘅障礙。喺呢度我想補充一點，就係好多嘢未必有黑白對錯呢回事，但係當一件事重複又重複咁樣發生，而個結果又唔係我哋想要嘅話，我哋就簡稱佢為無限輪迴嘅事情。我哋就真係要好認真咁樣去審視下，究竟中間發生咗咩問題？究竟係我哋信念系統出咗問題，定係我哋喺度逃避緊一啲嘢咁呢？喺呢一度，我就等大家自己去反思一下。第三，馬夫，有人曾經講過，輕率同埋疏忽所造成嘅禍患將超乎我哋所想象嘅。禍患嘅發生，往往係因為佢哋馬夫大意、魯莽輕率。喺賓夕凡尼亞州嘅一個小鎮上，曾經發生過因為建築工程質量要求唔合格，石基建設同埋設計唔合建築規格，結果導致好多居民死於非命。建築時，小小嘅誤差可以令到成座建築物倒塌，亂拋煙頭可以令到成座樓，甚至成條村，甚至成個山頭化為灰燼。第四，忽略謹言慎行嘅重要性。有一則法國諺語話，語言嘅傷害比刺刀嘅傷害更可怕。嗰啲刺人嘅說話，如果講咗出嚟，可能會令到對方痛苦不堪。法國哲學家羅西法古話，如果你想要多啲仇人嘅話，就表現得比你嘅朋友優越；如果你想要多啲朋友，就令到你嘅朋友表現得比你優越。而喺呢個世界上，嗰啲謙虛豁達、能夠克制自己嘅人，總係會有好多好朋友。反之，嗰啲妄自尊大、睇小其他人、高估自己嘅人，總係會令人反感，最終佢哋會喺交往中非常之唔受歡迎。所以無論係咩情況下，我哋都要學會克制自己，修正自己。只有咁樣，我哋先至能夠提高自己嘅能力，先至能夠修復我哋嘅短板，先至受到其他人嘅歡迎，先至能夠做好要做嘅事。反擊其他人，不如充實自己。有時白眼、冷漠、嘲諷可能會令到弱者低頭走開，但係對於強者而言，呢一種反而係另外一啲動力。所以美國人成日都講笑咁講，正正係刺激造就咗杜魯門總統。古仔係咁嘅，喺讀高中嘅時候，羅斯係最受老師歡迎嘅學生。佢嘅英文老師年輕貌美，係最受學生歡迎嘅老師。學生都知道羅斯深得英文老師嘅喜愛。喺畢業典禮上，當羅斯上台去領取畢業證書嘅時候，英文老師突然起身，當眾錫咗羅斯一啖。好多畢業生，特別係男生，對英文老師咁唔怕難為情，咁樣公開表達自己嘅偏愛而感到憤恨。冇錯，羅斯作為學生代表，喺畢業典禮上致辭，亦都擔任過學生年刊嘅主編。但係咁樣足以令佢獲得咁嘅榮耀嗎？典禮過後，有幾個男生包圍住英文老師，其中一個男生就問佢點解要咁明顯咁樣冷落其他學生。英文老師就笑住咁樣講：羅斯係靠自己嘅努力贏得我特別嘅讚賞。羅斯之後感到好大壓力，佢已經引起咗其他人嘅妒忌，仲成為咗少數學生攻擊嘅目標。佢決心畢業之後，一定要用自己嘅行動證明自己係值得英文老師嘅一吻嘅。畢業之後嘅幾年內，羅斯異常努力，先入咗報界，後來終於大有作為，被杜魯門總統親自任命為白宮負責出版事務嘅首席秘書。當然，羅斯被挑選擔任呢一個職務，亦都並非偶然。原來喺畢業典禮後，帶領男生包圍住英文老師，同時仲話俾英文老師知，自己感到受冷落嘅嗰個男生，正正係杜魯門總統本人。羅斯就職後嘅第一件事就係接通英文老師嘅電話，向佢轉達美國總統向英文老師嘅問話：你仲記唔記得我仲未得到嘅嗰個吻嗎？我而家所做嘅嘢能夠得到你嘅獎賞嗎？有時喺生活中，當我哋遭到冷漠對待嘅時候，唔使沮喪，唔使憤恨，唯有盡力贏得成功，先至係最好嘅答覆同埋反擊。當有人刺激咗我哋嘅自尊心，傷害到我哋生命嘅時候，我認為唔需要玻璃心。作者話想強烈反駁其他人嘅時候，不如諗下自己有咩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。我認為咁樣做，
比起反駁其他人係嚟得更加有建設性。有個鍾意同人爭拗嘅學者喺研究討論辯論術，同埋聽過無數次嘅辯論，並關注佢哋嘅影響之後，得出一個結論，就係世上只有一個方法能夠從爭拗中得到最大嘅利益，就係停止爭拗。你最好避免爭拗，就好似避免戰爭同埋毒蛇咁樣。呢個結論話俾我哋知，反擊他人不如休戰。爭拗中所帶嚟嘅只係暫時性嘅勝利，同埋口頭上嘅快感，佢會導致其他人嘅不滿，影響你同其他人之間嘅關係。更重要嘅係喺爭拗中失利嘅人，唔會發自內心咁去承認自己嘅失敗，你嘅辯論更加唔能夠為事情帶嚟幫助同解決。有一種人反應快，口才好，心思靈敏，喺生活同埋工作中同其他人有利益或意見衝突嘅時候，往往能夠充分發揮佢哋靈活嘅口才，令對方啞口無言。但係我哋為咩一定要同對方辯論到底，去證明佢係錯呢？咁樣做除咗能夠得到一時嘅快感之外，仲有啲咩呢？咁樣能夠令佢鍾意我哋，定係令我哋簽到合同？如果想要有良好嘅人際關係，要想令到自己喺事業上游刃有餘，喺朋友中備受愛戴，喺家庭入面同家人和睦相處，我哋最好永遠唔好試圖通過爭拗去贏得口頭上嘅勝利。反擊別人除咗互相傷害之外，我哋唔會得到任何好處。因為就算我哋將對方反駁到體無完膚、一無是處，但咁又點呢？我哋傷咗佢嘅自尊，喺佢心裏面從此就會種下怨恨嘅種子，所以倒不如用嗰啲時間嚟做啲有意義嘅事情。好，今集就講到呢度，下集我哋會繼續講點樣改變自己同埋改變態度。多謝大家收聽，記得 CLSS 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下集見。